Hello， 欢迎来到 Go Go 公好吧，我是一姐。哎，敏华啊，我昨天突然好想要吃火锅，结果每一家都客满，我快气死了。哎，真的，我也发现哦，最近火锅店的生意超好的，因为天气变冷了。哎，尤其我们家附近的火锅店哦，我超爱的，因为他们的沙茶盅呢非常美味哦。哦，沙茶盅呢其实就是沙茶酱的意思啦。其实吃火锅的时候，我很喜欢用高丽菜去沾沙茶酱，这个高丽菜就叫做玻璃菜。玻璃菜就是高丽菜了，哎，不过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我是肉食主义者，我还是喜欢吃肉沾沙茶酱。哎，说到肉类要怎么说呢？肉类就是肉皮就是肉类。如果我们要教给大家的是吃火锅会用到沙茶酱，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食火锅會用到沙茶醬，食火锅會用到沙茶醬。今天Go Go公好吧带大家天冷的时候赶快来吃火锅哟！哎，表哥，天气变冷了，我想要吃火锅。哦，这样啊。听说对面有个创意火锅，它的蔬菜锅还不错哦。我不要只吃蔬菜，我一定要吃牛皮。哦，肉类的部分它应该也都是有的。哎，那试试看。好，是你的酸菜锅。哎，表哥不好意思哦，我是肉食主义者，所以玻璃菜给你，我要吃牛皮。我要注意一下营养均衡，菜也要吃一些吧。表哥，你不觉得少一味吗？是吗？我觉得吃火锅一定要用沙茶酱啊。哎呀，酸菜白肉锅没有人在用沙茶酱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吃锅类一定要用沙茶酱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给我沙茶酱吗？小姐，你的沙茶酱。我觉得吃牛皮一定要沾沙茶酱才对味。天哪，下次能不能公平一点？这种外景我也可以出啊！不好意思啦，每次美食都是我去吃。好，下一次呢叫制作人发你好了。我们赶快帮大家复习今天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沙茶酱了。沙茶酱怎么说呢？沙茶酱就是沙茶酱，沙茶酱就是沙茶酱了。那么吃火锅的时候，千万得要多吃蔬菜哦。高丽菜怎么说呢？高丽菜叫做玻璃菜。玻璃菜就是高丽菜的意思。那除了吃青菜之外呢，我非常喜欢吃肉。肉类要怎么讲呢？肉类就叫做肉皮就是肉类了。还要帮大家复习的就是吃火锅会用到沙茶酱，这句话要说的是食火锅會用到沙茶醬，食火锅會用到沙茶醬。今天Go Go公好吧，让大家天冷的时候吃火锅，暖暖身，暖暖心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